你很会扯真正的。说什么我公布别人惹到你啊？你是认识他是不是啊？应该是因内面的人啦。还是那是你朋友？我知道为什么了啦。他们的员工看我们卖太便宜，跟我们标，结果他老板不准，所以叫他弃标，他没送，所以来针对我们。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我听你这样讲完非常有道理。对嘛，就是安尼嘛。同学啊，卡领金的，卡正经的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公布弃标，是我自己台的事情关你这一台什么事情啊？啊，你说你要打我价格啊？我先讲哦，我待会我的开场，我准备了一些你平常在你直播平台都看得到的东西，我来看一下你要怎么打我价格哦。我做一次会让你直接吼起来了，你相信我啦，做起盖啦，你了解不？1000人，所有人仔细听，来，我说过了，待会这些来黄金，来，麻烦各位认真听，刚刚进来的人都先看标题，看完以后，待会黄金钻石不用钱，我还准备了一档很精彩的活动，啊，我先讲待会的活动，待会的不用钱活动都一样，你只要没有分享到自己版面。你没有分享到你的公开社团，你没有打关键字，右下角爱心你没有按拍谁取消，就算抓到了你，我一样给你取消，送给你的下一位，以此又类推，你了解不？来，所有人还没分享的，我们最后1分钟时间就好了。麻烦最后1分钟的时间，你还没分享的，你刚进来的朋友赶快做冲刺的分享，好不好？还没分享的，还没打关键字的，右下角爱心你都没按的，抱歉。待会时间只要一到，我的活动直接开始，我该送会直接送，我也不会比他还多，好不好？有看过我直播都知道了，我真的不喜欢拖来钱的啦，好吗？最后1分钟的时间，所有人1分钟，分享就这么简单。待会时间只要一到，所有人，我需要各位全部禁止打关键字，好不好？待会该送给你们的一个都不会少，你相信我啦，懂我意思了吗？1023人跳台嘴绿没机会，脚步留着卡波刷在地要盖我啦，好不好？1066，所有人。开始分享，就这么简单。脚步留着，仔细听好了。待会我想证明一件事情，既然别还这样子讲，那没有关系，大家来比比看。我敢讲啦，今天我在这一行我做没有多久，做4年而已，我都做4年。我敢讲，我这4年以来我没有攻击过任何人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你为何我今天公布一个人，他也不是做直播的啊？他也是心甘情愿跟我购买东西的啊，但是他弃标，那没办法啊，我照我的规矩，我公布他，关你这还什么事情啊？你了解不啦？好不好？待会仔细听，时间到了，一步一步来，先给各位一句话，看到最后才是赢家。现在所有人禁止打关键字。各位啊，你们可能听不懂哦。所有人禁止打关键字了。现在你可以在私底下继续的分享，但是先不要打字，好不好？都先冷静一下，该做的正事、该办的事情还是要讲。所有人先安静，冷静，卖枪包。啊，我来问各位一件事情。我的标题大家应该都有看得很清楚的，这一档我不为谁而开，我为自己而开，因为这一场我想证明一下，这4年以来我到底得罪了谁？所有人仔细听好了，现场所有人问你们一句话，待会这些我要送的我答应你们，来，那我就问各位一句话。你们愿不愿意给我们5分钟做一个开场？愿意打愿意啊！愿不愿意给我们5分钟？我们真的时间啊，做一个开场，就5分钟时间做个开场，证明一下自己啊，顺便为自己讨个公道，可以吧？好不好？愿意的人帮我打2个字，打愿意，就这么简单。整排的愿意，没错，整排的愿意，感谢各位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先讲了。支持不是我们在随便讲的啦，哦，整排的愿意刷不停的，好不好？这是我想证明的第一件事情，感谢各位的支持与相挺啊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我废话不多说，
所有人仔细听，这5分钟我希望各位先记好8个字，看到最后才是赢家。好，还是放点音乐好了，小声点。该想、该办、该做的事情，一件事情不会少。先跟各位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2021年最新、最菜、最鸟的主播。你们好，我叫做冠群，我叫炳宏啊，好不好？他是2021年最矮、最胖的小主播，叫做……好了，开玩笑啦，好不好？该震惊还是要震惊一下。认真的啦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好了。我再重复一次，前几天我公布了1名弃标的人，结果这2天我听到了一件事情，某台直播主他说我公布的那个人，他拿这个来当做主题，然后说我以后卖的东西，我卖多少，他就要卖的比我低，他要来赚我价格。那没关系，今天这一场我当做一个小环节就好了。我当